主后2023年12月初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上帝赦免做见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43章第19到28节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啊，捏造你的迄位安尼宣布：毋免惊，因为我已经有救赎你，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，你属我。你经过大水的时，我要甲你同在；你过大河的时，水袂甲你淹灭。你对火中经过，一定袂伤着；火焰嘛袂甲你吞灭。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的救主。我用埃及做代价甲你赎回，用伊索比亚甲西巴做你的替身，因为你伫我眼中真宝贵，我看重你，真疼你，所以我用别人来代替你，用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。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我要对东方带你的后代，对西方聚集你的子孙倒转来。我要对北方讲放引去，甲南方讲毋通哭流音。互我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，我的儿女对天边海角倒转来。所有归我的名属我的人，就是我所创造、捏造，为着我的荣光造的人，拢会倒转来。上帝讲：有目睭毋过袂当看的，有耳孔袂当听的，拢甲因带出来。着调集万国组织做伙，所有的人民拢组织做队。所发生的事，倒一个神明捌先宣告；过去的代志，倒一个捌为咱预测。着互因提出证人证实因讲的是对，互人民听着话讲，这是事实。上主讲：以色列啊，恁是我的见证人，我有竞选恁做我的仆人。我要互恁捌我，互恁信我，通了解我是上帝。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，伫我以后嘛袂有。只有我是上主，我以外无别个拯救者。我捌宣告，捌拯救，捌讲明，是我，毋是恁中间的别个神明。恁是我的见证人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我是上帝，对起头我就是上帝，无人会当脱离我掌握的权。我的作为，啥人会当改变？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上主恁的救赎主安尼讲：因为恁的缘故，我已经找人去巴比伦，我要讲出因所话城门的门串，要互加勒底人的烦恼变做哀歌。我是上主恁神圣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的创造主，恁的君王。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，伫大水中开一条大路。伊召灭战车、马、军队、勇士，互因拢趴落去，袂当阁起来。因受消灭，亲像灯火全部化去。上主安尼讲：毋通只有为记得过去的代志，毋通一直思念古早的代志。我得要做一项新的事，即阵已经在发生，恁兼毋知。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
野兽拢会尊重我，连豺狼甲盗鸟都尊敬我。因为我互旷野有水，互干燥的沙漠有河，互我的选民通啉。即个子民是我亲手做的，因会称赞宣扬我。上主讲：雅各啊，你无求救我；以色列啊，你颠倒一直讨厌我。你并无将你的羊做烧化祭献互我，嘛无献祭物对我表敬意。我毋捌要求你献素祭，互你操劳，嘛毋捌要求你献乳香，互你操烦。你毋捌用钱买香料互我，嘛毋捌用一只肥软的精生互我食饱。你颠倒因为你的罪恶，互我操烦；因为你犯的罪过，互我讨厌。只有我是上帝，我将你的罪过撤销，我袂永久去调你的罪。来，咱来去法庭，你通控告，你提出申诉，证实你公正。你第一个祖先犯罪，你的代言人背叛我，你的首领拍拉散我的圣所，所以我互雅各毁灭，互以色列受凌辱。为上帝赦免做见证。先知以赛亚捌对希西家王讲：日子得要到，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积聚到今仔日的物件，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，无留甲半项。后来，约雅敬做犹大王，巴比伦入侵，约雅敬受掠，约雅斤接续做王。巴比伦阁攻占耶路撒冷，掠走王室甲重要臣民。到西底家做王的时，耶路撒冷阁再受攻破，犹大亡国。先知除了预言上帝刑罚，也宣告上帝会带领以色列人对逐所在回归故乡。先知指出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回归故乡，是要互因诚做见证人，因为无别个神会当亲像上帝共款，甲因讲将来的事，也无别个神会当改变上帝计划甲作为。就算过去以色列人捌毋尊重上帝，毋愿向上帝献祭，甚至污染上帝的殿，总是上帝愿意赦免因，伊甚至愿意甲因辩论。迄摆因带以色列祖先行过深渊江河，也是炭火之路的上帝，会搁再引带因转去。会踮沙漠安设江河，互旷野有水源。上帝要互伊的子民伫回归的路，毋免担心枵餓甲喙焦。若是遐个回归的剩落来的人民会诚做上帝见证人，用诗歌称颂上帝的美德，因会经历上帝为因所做的神事。主爱的上帝也有愿意赦免甲拯救，敢若因为伊疼惜伊的子民，上帝甚至愿意互遐个捌毋尊重伊的百姓，搁再经历伊的引带，亲像因祖先捌经历的过程。若到落尾，因会为上帝的作为发出呵乐甲见证。上帝借着主耶稣赐予咱的赦罪甲救赎恩典也是安尼。主耶稣献上一摆搁永远的赎罪祭，互相信伊的人会当得到丰盛的性命。就算信主的人得罪主，
轻忽主的话，主要一再互人机会，因为安尼，只要咱愿意到主的面前向伊认罪，伊就会赦免、拯救咱，互咱继续跟对伊。教会团体也是安尼，教会是上帝的殿，若教会忽略上帝的诫命，上帝偿款也会提醒，就亲像上帝对伊子民早就已经传达的信息，上帝也愿意搁再引带教会转来伊面前，只要教会愿意回转，谦卑向上帝祈求，照上帝的命令来实践伊的心意，上帝绝对愿意搁再赦免教会，互教会搁一遍诚侪上帝的见证人。上帝作为无任何生命会当做，因为伊是唯一的上帝。上帝对伊的子民会听袂停止，伊会不断互咱机会，目的是爱咱会当真正认捌伊、相信伊，因为咱是属伫伊的百姓。默想，伫上帝面前安静思想。家己是毋是捌偏离上帝诫命，行伊无介意的代志？求上帝搁再互我机会赦免我，互我经历伊的疼。伫上帝面前安静思想，家己是毋是捌偏离上帝诫命，行伊无介意的事？求上帝搁再互我有机会。赦免我，互我经历伊的疼。咱来祈祷，上帝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疼、拯救甲赦免，求你帮助我常常记得你愿意救赎我、赦免我，互我会当向人见证你是唯一的主，也是疼我的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